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1月30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第一新闻。新闻一开始先锁定武汉肺炎在咱台南所引发的议题。当然，一般民众上界关心就是口罩拢买无。对此，议员刘维一甚至伫脸书发现南区药局借机会有关口罩计销，要求市府一定要积极介入稽查。为预防武汉肺炎，政府宣导爱戴口罩。不过现在民众预期心理抢买口罩情形，造成除了4大超商由中央统一分配数量，其他药局大卖场差不多拢买无。对此，议员刘维英进一步表示，伫南区嘛发现有药局借出化关价，原本一克50片大约200-300块，不过现在却卖到1500块，趁灾难财，相当离谱。要求市府启动稽查制度。也有在网络上发现，有一些这个贩卖口罩的一个地方就地喊价，这个民众有在社群的社团上面写，在某药局，平常一盒50入的口罩200-300块，刚才去问，一盒1500块。哇，这个大发灾难财，当然不知道这个部分，当然还要消保官这个去查核稽查。对此，消保官表示，对1月22号开始，就已经配合经发局、卫生局等持续联合稽查，目前并无发现有乌白化价。至医疗用的口罩，目前也是一片6块到8块。对议员所指出的药局化价，将深入了解。那我们去稽查的结果，对于这个哄抬物价的部分，其实目前各大卖场，还有就是统一超商跟或者是4大超商，然后其他药妆店、药局的部分，因为指挥中心它已经发布，就是说2月1号开始每片降为6元，那所以目前这些配销的部分，大概都依照中央的相关规定去做配销。那其他的一些我们去稽查的部分，原则上我们并没有发现哄抬，或者是提高这个口罩售价。像家乐福或者是大润发，原则上他们这个大卖场，他们还是都依照原来的价格在做一个销售。另外，目前安阳机构甲收容中心，因为每一天口罩拢大约200片的需求量，议员嘛相当关心，到花多通提供。对此，小局主编表示，根据调查，因本身拢库存量嘛拢有够，只有一间表示有欠，而且配合的厂商来提供。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开始这阵因为武汉肺炎造成民众抢买口罩，互真侪人遭骗，各大商场也是买无。对此，市长委托31号下晡亲自到卖场，看感受通路业者刀工囤积口罩，同时嘛呼吁民众爱将资源留予真正需要的人。台南市长委托31日前往大卖场视察，确保无囤积喙暗仔状况发生。同时嘛向大众表示，因为喙暗仔价小为原本一块8块，降到即马一块6块，所以囤积绝对无好处。中央会有指示说哪些口罩配送到哪一个地方、哪个医疗院所。那基本上中央的规定就是400万个口罩，140万供医护人员跟公务使用，那260万在各大通路铺货。那今天我们昨天确保说这些口罩都没有这个私下流出去，也没有被囤积起来。那今天来看下游端的销售端的通路，然后他们会把口罩摆出来，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囤积的部分，因为口罩的价格是往下部分，原来是1片8块钱，现在变1片6块钱，所以囤积绝对对通路商也没有好处。所以呢，我们今天当然是要希望说通路商拿到口罩之后，能够供应民众所需。黄伟哲另外嘛向市民呼吁。不是每一人拢需要挂喙暗仔，应该要将资源留予真正需要的人。台湾每天都生产400万片，台湾2360万人，不是每个人分1片，
也不是多少，是真的有需要的，包括病患，这个老年人，这个抵抗力比较差的，或者是医疗工作者，或者是大众服务业的人，譬如说临柜的人员，他们才需要。那一般民众如果没有在密闭空间的话，事实上是不一定需要。那至于孩童尺寸的口罩本来就比较少，这是真的，这也不是这也不是假的。但是事实上，我们也努力希望说，我们的这个口罩工厂能够生产出来，因为孩子毕竟他的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在幼儿园或者是在小学的阶段的孩子，对于口罩的需求是比较大的。那但是也不是说一天要。有一些幼儿园说一天要求小朋友一天要准备5片，没有那么多口罩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给需要用的，不是给想要用的。另外，对着调工差介绍业者，市长表示会当拨卡1950专线，也则是向消保官投诉，市府一定会严加处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对于市民不断向议员申请4月拢买无口罩，所以议会国民党团嘛召开记者会，除了要求市府制定合理的口罩数量，留予台南乡亲，嘛相当欢乐。幼儿园已经开学，不过幼儿口罩同款买无，相关防疫配套究竟如何？强烈提出质疑。国民党籍议员伫宗教王家珍的号召，所有人拢戴口罩。透过记者会，每一位议员因拄着经验拢同款，除了强烈质疑市长所讲的台南市的口罩工厂一天生产有85万的数量拢唔够，不过奈市民4月拢买无。特别针对现在幼儿园已经开学，不过专属于小朋友的口罩欠货，而且较符合规格，加上相关防疫物资准备了如何，拢使人欢乐。我接到学校的老师跟我说，议员，我无时间去排队啊，我去7月去的时候已经卖了啊。那你说学校怎么办？又要开学了啊？他们在上课啊。他们没有办法去排队啊！孩童知道他感冒必须，还是他有任何的异常，他会戴口罩。但是呢，你们有没有去了解他的家人有没有近期内去大陆玩的，或者是家人是大陆回来的，而且都是在过年的期间，然后特别注意了没有？阮伫台南市所有的妇幼用品店买无半个囡仔咧用的口罩。后来我打电话跟卫生局求助，我讲我有2个孙仔，你敢当甲我报讲我要去倒位啊买？卫生局甲我回讲，议员拢无当买。针对幼儿园提早已经开学的这个状况，是不是有因应的措施，要朝向延后开学？去防范这样的一个武汉肺炎的蔓延，是不是教育局可以不止幼儿园，包括国中小，是不是都延后开学，让这个疫情不要那么严重的扩散？对此，教育局强调，幼儿园伫开学进前所完成的是防疫物资补充，临时完全提供。至国中小学2月11号开学进前，希望口罩会当分配到位。我们昨天大概上午的时候完成的那个额温枪跟那个我们的酒精那个75%酒精的一些采购，我们大概2月7号是会送到我们这边来，然后2月10号我们就会全部发送给各校哈，这是第一个。那口罩的部分确实就是以目前来讲，我们需要的那个盒数，我们大概抓在3成到5成之间这样的一个补充量给各校。虽然目前台湾并无社区感染，台南嘛也无个案，不过议员徛伫高规格防疫角度，希望市府至少伫买口罩顶面，互民众安心，唔免阁造成抢买。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面对武汉肺炎威胁，但寒假结束，学校嘛将成为重点的防疫。伫处台南市教育局嘛特别举办应变工作会议小组，局长郑新辉表示，除了经规划开学进前，协助各校补充所需要物资，加强环境的清洁消毒，嘛请身体无爽快的人避免到学校等等关节。因为武汉肺炎的威胁，也互台湾的侪单位拢赶紧做好防疫的工作。
现在虽然是学生咧放寒假，但是学校游园是有侪侪活动。对此，教育局也希望学校会使掌握学生甲老师旅游甲身体的状况，并呼吁有身体无爽快的状况，可千万莫来到学校。寒假的那个活动，学校还是有。那有的就会关心说，那是不是寒假的时候活动都要停止？基本上我们给他们几个处理原则。第一个来讲就是说，要先掌握我们学校师生那在近期来讲有没有到中港澳，那么去旅游？如果有的话，那么依照规定的话，他们入境之后14天，那不应该到学校，不能够到学校上课或上班。那把这个名册先把它确立了，就可以某种程度的阻绝。我们常常说阻绝于境外，就说这些人就不要到学校去。那如果相对来讲没有到学校去，就没有带源的可能性。那学校里面的其他的师生，其实就如同一般的感冒跟流感的预防这样的处理原则一样。如果他觉得他已经有流感，就应该在家休息，不能到学校。如果是有感冒，轻微的咳嗽，那这些一定要戴上口罩。那如果比较不舒服，那我们建议寒假期间，事实上也没有课业的进度，那尽可能就在家休息，让自己的身体比较好，不要让其他同学觉得有一种压力。那学校的活动还是可以照常进行，但是如果同一个活动的人太多，那必要去做停止上课或是活动的话，那这个部分由学校自主来做决定，我想就可以让整个作息正常化。其实也不需要过度恐慌，但是我们也要如同市长所讲的，就是这个防疫如同作战。我们疫底基本上要从宽，但是我们处理要从严的方式来做处理。我想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寒假的活动我们所做的一个初步处理原则。局长也强调，未来如果有学生居家隔离14天，造成上课的进度较慢，学校也会安排补课，请家长安心。当然，我们台南还是会有一些是他的妈妈或者是爸爸是属于这个对岸的。所谓的陆配，那这些如果在寒假期间有曾经回到中港澳，我们的处理原则仍然是一样，就是说配合中央，就是说他们入境之后14天，我们原则上还是希望这些孩子都应该在家休息，然后做自我的健康管理，避免到学校。那如果确实没有这个所谓被感染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开学之后再到学校。那这些如果因为接下来14天。那如果是碰到开学后，那在家休息的期间，他的课业我们已经有一套处理原则。学校接下来会给予关心，然后辅导之外，课业的补课的部分呢，我们学校也会对这些孩子做必要的补课的一个作业。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防疫，我想孩子呢应该也不用太担心，应该其他学生呢就不会有紧张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我们初步的处理方式。教育局也表示，现在已经规划伫开学之前协助各学校补充防疫的物资，并要求学校成立防疫小组，伫开学之前做好环境的清洁甲消毒。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虽然母语现在是国小必修的课程，不过每礼拜只上一节课，效果有限。加上母语的传承需要家庭甲学校做伙来努力，所以但是教育局首次将2月定做家庭母语月，鼓励学生甲厝内长辈讲母语，希望大大增加学习的机会。这几年母语教育愈来愈受到重视，虽然学校有安排相关的课程，但是一礼拜只上一节课，成效有限。为了加强母语教育，市府教育局也规划2月份成为家庭母语月，鼓励学生甲家长对生活当中开始运用母语。31号也特别举办记者会，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宣传，期待有一天每一个人拢会使练转来讲家己的母语。2月21日是世界母语日，那台湾又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还有多元族群的国家，所以呢，在台南市又是富含底蕴的。文化底蕴的城市，所以呢，我们推动母语当然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坦白讲，母语日一定不是只是妈妈回去教而已，应该是穷洪荒之力，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推动母语。当然，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要让台湾走向国际化，我们有许多第二官方语或是外国语可能需要进入我们的教育系统。但是母语千万不能忘，那做人不能忘本，所以呢，我们想说，即便母语是一个相对比较小族群使用的语言，但是
我们也以身为我们会讲母语为荣。我觉得其实这部分要有这样的认知。那当然，推动母语，路子很长，工作很多。那我们是否也会规划相对的一些活动，来做一个提倡？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在教育系统里面，能够让老师母语老师能够让许多学生激发他的这个学习母语的兴趣。然后语言是一个活的东西，绝对不是上了课教给学生，下了课就还给老师了那不是这个样子。是平常日常生活，不管在家庭里面，或是同学之间，或是这个相同族群的社团能够这个母语的社团能够让这个母语能够被使用，被使用这是活的，没有被使用这是死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这个母语日的活动，我们会持续加以深化而且加以推广，这点是否愿意这个努力来做的。配合2月21号世界母语日，教育局也规划了系列的活动，包括学生的母语创作展、教育论坛、小小解说员的访问等等，也将要伫2月16号伫咸水的影城戏院举办世界母语日的升格展演。到时阵将会有母语的微电影、舞蹈、歌唱等丰富的活动，要共同来庆祝世界母语日。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有一句广告词讲，电脑嘛已经拖到，不过随上现在电脑也个接牛年，为伫家里的特务业者，伫中央补助对国外引进接牛年的聪明机器，嘛现在不止节省人工，而且产值提升2成，牛年的品质嘛相对增加。讲到接牛年，通常拢会想到是采用人工的方式，不过现在因为畜牧业欠佳问题严重。今日一间人牛牧场就率先为荷兰引进智慧节能的机器，也因为有了这套现代化机器的加入，牧场即卖牛奶产量不但提悬20%，而且品质嘛更较好。引进这套机械，我安尼用2工半，我增加20%至30%，所以因为拢贷款买，所以迄个贷款的压力有减少啊。我因这套机械最主要是要成功无毋对，也毋过我想要爱就是互牛搁较舒适、较自由，会当互伊搁延续伊的延长寿命。啊，另外一步就是讲，对伊搁较优先友善，它的使用年限当然就会拉长。我要的不只是让产能提高而已，我还要让他们更自由。
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到现场亲自了解处理的过程，看到这么有效率，就向其他木匠业者推荐，会当向中央申请补助，购买科技的设备。中央这个计划补助了这个部分的费用，但是市政府一方面也要努力去提倡，因为台南是重要的一个酪农产区我们不管是在柳营、嘉里，还有其他的地方，都有许多的牧场。那在这些牧场里面，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为了缺工，或者是为了提升乳制品的产量以及品质，以及乳牛的健康，我们觉得其实我们都会努力来推动这个智慧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这点是我们希望说农业局跟中央农委会来合作，努力来达到这个效果，希望能够既解决缺工，又能够提升乳品质的产量。台南是台湾正重要酪农产区之一，智慧农业嘛是未来发展趋势。善用科技的进步，不只会当解决欠工的问题，对着产品的品质更加是有保障，对着动物来讲嘛更加优先。所以期待透过手绘推广，会当吸引更侪业者的投入。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老病院积极推动小儿科医疗较好品质，主要是单市的区域病院当中，为有24点钟的儿科急诊的专科医生来看诊，嘛提供新生儿转诊外接的服务，希望以特色医疗来守护单市囡仔健康。虽然国内少子化，小儿科急诊的运作愈来愈困难，不过新老病院徛伫上帝厅甲专业特色医疗角度，颠倒注重小儿科，除了维持24点钟急动症的治疗，拢有儿科急诊专业医师来看诊，嘛甲侪诊所合作，提供转诊外接大院，成为区域病院唯一的服务项目。我们新楼医院因为是嘉惠医院嘛，所以我们是以妇儿科为主，所以我们的医院的话，一直以来秉持着说，我们的小儿科的急诊都要24小时由小儿科的专科医师来进行看诊。那目前台南地区的话，除了成大医院，就我们医院有做到这个地步，包括奇美医院都没有。那其他的区医院更不用说所以就因为一个小朋友其实。小儿科来讲，他不能用一个比较小的大人来看待，他只是一个另外专门的一个专科，所以还是要由小儿科的专科医师来看小儿科的急重症的话，它相对会比较对小朋友的医疗品质会比较有保障。新老等因为小儿科急诊医疗的处理，做出无同款的特色医疗，嘛，互每一档的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到108年的统计已经超过95%。我们都有做一些所谓的满意度的调查，那我们的急诊的满意度，急诊儿科的满意度其实都在90几% 以上，家属对我们医院的反应都还不错包括等候时间，包括医疗品质其实都有90%多。那如果之后经由急诊住院到我们的病房之后，我们病房的满意度更高，都可以到95%以上。新老为了完善的小儿科医疗服务，不断努力，嘛希望让市民了解，一旦有需要，会当好好来运用该院的医疗资源。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不管生日也是各种的节日，上上今年个是真正的选择。其中因应人客需求所定做的嘛是愈来愈热门。其中少年的点心师傅吴家琪就推出对今年个的口味到造型拢会当定做，甚至各种的点心嘛拢会当接单，吸引侪消费者捧场。透过镜头做回来了解。会使看到桌顶有各种可爱造型的饼甲甜点，这拢是这位少年的甜点师傅吴家琪的作品。今年29岁的伊出身餐饮相关的科系，曾经伫国内的甜点比赛当中摕下奖项。除了出身相关的科系，也因为伊有学习过美术，所以也将其中的技巧运用伫做甜点顶面，希望互民众会使感受到伊的温度。比较多困难的地方的话，其实就是你要在很多耐心与细心上，然后你真的要很用心在各个就是你绘图的部分，然后呢，在于就是你要很有耐心去制作，因为每个产品的话，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每个产品制作出来的时候，就是要让客人很喜欢的感觉。然后在于就是因为我的甜点，我是希望说把我的温度传达给大家，对，这是我对于我自己蛋糕甜点的部分是
坚持的地方啦。对，就是说，不管是在于品质上，还有就是我的点点，我在于我的选用的产品，还有我的食材，我都会用很好的东西去呈现。对。然后至于造型的部分，我希望就是可以让大家说拿的时候是喜欢，然后呢，不管是就是于好吃，然后呢好看，也要就是很喜欢这样子。现在伊也伫网络顶面接受民众客制化的甜点订单，只要是伊做得出来的甜点，拢会使客制化。同时也会使将民众的相片结合各种的角色来做鸡卵糕，伫网络顶面吸引了真侪民众来预定。客制化的部分的话，一定要3至5天前先预定。那假如说是类似公仔蛋糕的话，一定要先2个礼拜之前先下定。然后你喜欢的公仔的部分的话，我们都可以帮你做搜寻，然后完全帮你做你想要的，就是呈现。都完全可以做讨论，就是不管是内馅、夹馅的部分，都是可以依客人的喜好，然后完全做自己选择的部分。现在因也有推出过年的礼盒，喜爱食甜点，或者是想要客制化的民众，也会使上网来查询。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就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11度到2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介绍收看1月3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